讲到看见圣诞，看见应允，咱请曾牧师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礼拜堂进入你的至圣所，领受你恩典的囝儿，聚集伫这个所在，学乐甲敬拜。上时，阮嘛用祈祷来恳求你，恳求你点到阮心中的蜡条，恳求你用圣神火热阮的心，恳求你用你主爱的手画伫阮的心上。祝福今仔日的礼拜是看见噩梦的礼拜，伫这个噩梦的日子，互阮向前行。阮静静听，求圣神对阮讲话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。阿门。伫圣诞节要来临之前，台港节拢是一个噩梦的日子，伊提醒咱，连伊圣诞节都要到。咱逐年拢点到蜡条，照着几千年来、1-2千年教会的习惯，点蜡条毋是一个仪式，点蜡条是一个祈祷。今仔真感动，嘛讲阿门。师会刘老师伊伫祈祷的中间讲，求主你点到阮心中的蜡条，求主你的圣神火热阮的长辈伊心中的生命。这是咱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看见噩梦。照着今仔日这段圣经耶利米哀歌第2章16节，伊讲这真正是阮所噩梦的日，伊要临到伫阮的中间。我毋知恁伫即礼拜要来做礼拜之前，恁有先因为牧师传来，互恁即个经文，恁有先读过无？可能咱有先读的人，检查恁心内会感觉疑问，因为这段圣经读了客气，好亲就是祝福，好亲就又阁毋是祝福。因为这段话就是巴比伦人非上帝，毋是上帝的选民的遐敌人，因踢笑犹太人。因为这段话是写伫犹太人礼拜堂第一摆受毁坏的事。对，主前大概是500几年，580年左右，580年左右。迄段时间，耶路撒冷头一摆去互外邦的君王巴比伦拍破统治，所以这人真侪奴隶。所以圣经你若有读伫诗篇，伊讲受掠到巴比伦。我要搁怎样会当欢喜唱耶和华的诗歌？阮无法度搁再唱耶和华的诗歌，因为阮伫外邦。这段话咧讲起啼笑的话，但是却真侪祝福，足奇妙。外邦人甲咱咒诅，外人甲咱啼笑，但是迄个不公义的啼笑，看见反倒当真侪一个弱势的民族家族的祝福的话。等下咱搁来读这段话，咱就会有了解。当我读到这段话时，我要用这段话来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使我要伫噩梦的中间过我的一生。你有阿门吗？抬杠这意思就是听候，抬杠这意思就是期待，抬杠这意思就是祈祷。主你是一个祝福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用噩梦行到阮的年老。我要伫噩梦的中间，到阮一生的尽头，上路尾日，直到迄日，阮要看见上帝你拍开天顶的门，欢迎阮对到伫阮的厝。所以抬杠这是一个祝福的日。咱的教会今年有一个足要紧的功课，嘛要求咱兄弟姊妹摕咱的卡片去邀请咱的亲人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咱得到祝福，咱甲人分享。这是白白得到白白甲人分享的意思。所以基督徒若领受到欢喜祝福甲噩梦的事，咱就禁袂掉，将咱所有的要欢喜甲人来分享。所以看见圣诞的意思，就是看见耶稣临到，看见耶稣降临，不是看见圣诞节。
是看见耶稣圣子基督降生伫我的生命的内底。我嘛要通过这个祭旗看见愿望。啊，这你管你安尼祈祷吗？我咱对当年的圣诞节、抬杠节开始，咱拢伫主的面前甲主祷讲，主每一摆，无论阮当年领受着什么种的圣诞礼物，我总是有一个期待甲愿望。求天父上帝，互阮真侪传授愿望的基督徒。今仔日圣经有真侪节，但是这两节可能咱爱家背起来。因为伊就是咱今仔日的金句，特别是耶利米哀歌第2章16节，罗马书第8章，伊讲我若所愿望的，是看会到的地上的，我拢期待这的物件，我就去百货公司买就好啊，解决个上帝倒。伊讲恁就爱愿望迄个看袂到的，是不容易看见。人讲你若看会到，你就是有福气的人，你就去签大家乐。圣诞节毋是安尼尔，圣诞节是一个看会到愿望。耶利米哀歌第2章16节讲，这真正是愿望。这个愿望的日子临到，我们亲目睭看到，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上帝，伊来到我的生命的内底。愿兄弟姊妹用这段圣经做祈祷，也伫祈祷中间，上帝互恁真最有福气的人，会当看见。看见是一个稳定，看见是一个恩宠，看见是一个奥妙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得救是因为愿望，互咱是伫愿望的中间来向前行。所以基督徒自从认上帝做救主，认耶稣做救主，迄个日，咱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咱应该心存愿望。也这是信实的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而且得时不得时，咱拢安静。所以第25节，8章25节，伊讲，恁着忍耐听候，迄个看袂到的愿望，就是天顶的愿望，就是真实的愿望，是无人会通甲咱抢去的迄个愿望。我将忍耐听候摕来头前，我将这段经文改写成短短一段，是为了帮助咱对这个经文好读了解。因为因讲，恁若期待迄个所看袂到愿望，恁就爱忍耐听候。但是我将伊摕来头前，安尼咱有一个动作，啊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忍耐中间要听候上帝为着咱的人生所备办的。啊，恁就会记得保罗捌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恁会记这台圣经吗？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是连想象都想象袂到。上帝为着咱备办的，就是这种的祝福。所以看见稳定是一种的奥妙，看见本身就是一种的奥妙，就是稳定。所以咱讲。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咱伫教会出去遮尔久，咱敢真正亲目睭看到，这个看袂到伫天顶的上帝。这种的忽然的经验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真重要。就亲像约伯，又讲我前风声，听人讲真多。上帝伟大甲作为，但是今仔日我亲目看见，也这恁有期待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换手伫咱的目睭，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真做有福气的人，会通看见，会通听见，会通领受，对即摆到永远，阿们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。咱的人生就亲像在旅行，所以伫信仰中间，咱常常讲一句话叫做朝圣之旅。有人爱去耶路撒冷，因为咧读圣经讲真多圣经内底的地点。若去耶路撒冷旅行，我就更加清楚知影伯利恒、拿撒勒、约旦河、死海。
有人免去，伊悠然咧过这个朝圣之旅。兄弟姊妹，甲上帝同行，互圣神牵你的手，你的每一日拢要看见上帝甲你三甲伫地，以马内利迄种的平安。所以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伫人生中间看见一个看袂到的耶稣，一个看袂到的上帝，这个亲像空气的圣神。我咱用圣神的目睭，用敬虔的心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爱看见你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无一个人例外，对囡仔到老人。求天父上帝，我有看见的欢喜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有看见的欢喜。一礼拜我甲艾米、吴悠悠、甲陈老师，阮去2天的旅行，阮去雪霸国家公园。伫要去公园的时阵，导览员，迄个导览的，就是咧做介绍的人，就甲阮讲，有3项物件恁来当伫国家公园看到，恁是足有福气的人。伊讲，第一，恁来当看到山椒鱼，恁是一个足有福气的人。因为山椒鱼伫台湾，特别是这个观雾山椒鱼，伫台湾村差不多无到100只。你问讲无输介知，因为我看到了，我倒来紧紧去查字典，去查足侪网络的论文。有一篇中国迄个文化大学3个研究所因联合做研究的一篇文章，大概90页。伊内底讲，根据这10几年来因的调查，因统计，大概这个山椒鱼剩差不多82只，较知影82只。因为这统计学，就是讲你看到几只，乘以几倍，大概就是伊实在栖息这个地。这个山椒鱼差不多相当遮大只，因为这是观雾独特的7公分，伊咱讲的大只大人的，就是7公分左右。大家人嘛无相信讲伊会当看到，但是行路，竟然上帝互我去看到，边仔这张是我翕的啦。当阮看到了，佮敲电话甲这个国家公园讲，阮有看到，佮有捡到，这点在特别死去啊，真危险，要安怎？伊讲靠影也无可能啦，因为连遐教授、连遐专家，当年、逐个月拢去咧做调查的人，都无简单看到，靠有可能互恁遮的来斗老这个人去看到。有悠悠就敲电话一直甲问，伊讲落尾伊相信讲，阮可能有看到。伊就问阮讲，阮就问伊讲，要安怎甲即只特别死去的山椒鱼，送去？后来我才知影讲，我可能甲伊烫伤了啦，因为我甲伊放伫我的手我的体温是几度？咱唔知影但山椒鱼若超过15度，伊就不舒服所以咱拢唔知影，咱上帝创造遮尔伟大、遮尔美事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所无期待会通看到。我今仔甲因讲这个故事，改成甲礼拜无啥物关系是有关系。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时阵，咱要看见咱所看袂到，这是一个祝福。当我讲到这个故事，伫我的 Facebook 顶端普及的时阵，有一个叫做林义成老师，拢来咱教会咧教迄种攀岩，伊是一个国家级的攀树就是爬树毋是用普通爬呢，是用真正伫水里爬树的一个教练。伊看到我普及了后，竟然甲我讲：“庄牧师我去20几摆拢毋捌看见，你去1摆你就看到，真错啦！”兄弟姊妹，毋通为着山椒鱼吃醋。为着咱伫生命的朝圣之旅去看到上帝奇妙无比来祈祷。我故事讲到这就结束啊，但是这是一个开始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甲上帝讨，除我无爱做一个敢若听风声的基督徒，我要真正经历到
每一项你写伫圣经内底，迄个应允。你讲会当看见，我就要看见；你讲会当听见，我就要听见。你讲要收束我就要领受。现在你有这种的心吗？其实行伫个路顶，我是真喘啦，我头壳累累，吼各人行各人的路，陈牧师行伫足头前，我行伫中，有游泳行伫后壁。我行伫个路中间，因为石头行了骹会痛，所以我就行去路边的草啊，先苔的迄个路边。竟然因为我就是选择行伫迄个所在，才看到一只，倒伫迄个所在，我目睭紧紧讲，较有可能搁做咧，我搁斟酌甲看，搁有成呢，后来我摕起来，搁走头前问陈牧师，伊讲你更共放倒去就好啦，后来我想讲，伊上无嘛当互国家公园知影讲我伫啥物所在看到。我今日摕我的手机甲伊翕相，佮摕 GPS 起来定位，去甲伊讲，即只是伫北纬几度，伫啥物所在 GPS 看到。伊甲我讲，你毋好共讲哦，你若共讲，逐个人拢走迄个所在去找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基督徒亲像一个生命的导览员，爸爸妈妈嘛是囡仔的生命导览员，恁同意吗？恁看到什么种的好，看到什么种的宝贝，看到什么种的重要，咱有义务爱甲咱边仔的人讲，伫这个信仰中间，我看到什么？伫这个信仰中间，我谈到什么？爱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设立你对今仔日的礼拜，你做你的囡仔的生命导览员。爱认真啊！你要甲你的囡仔讲什么叫做山椒鱼你别当乌白砖啊，都穿着神童啊，无共款啊。虽然是7公分，但是真正是摸起来嘛无共款。我一摸着，我就感觉冷叽叽啊！迄个国家公园迄个先生看到阮用线带甲伊抱起了，竟然佫甲伊 CPR 啦！用镜头咧甲伊，因为惊伊讲伊是毋知死啊！我佫用镜头轻轻咧甲伊心脏按摩。有因为专业护士讲，这种动物应该可能无心脏咧，伊是靠什么种的器官咧？我嘛听无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似懂非懂，特别是信仰，有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祝福恁有看到的欢喜。但是恁后盖个去哩，无一定看到山椒鱼啦。亲着林依晨老师，伊去过，伊讲我来遮做志工志工，将近20几摆啊，佮铺路呢，摕柴箍呢，做步道，我都从来毋捌看过山椒鱼。我甲伊讲，你爱叫我做有福气的人，我嘛甲恁讲，恁就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咱做伙组织伫上帝的面前。今仔日圣经旧约耶利米哀歌。就是伫耶路撒冷的礼拜堂，去互外邦人巴比伦甲伊烧歹去。伫迄个中间发迄段圣经的记载，兄弟姊妹，为什么迄个时阵耶路撒冷的圣殿互巴比伦人侵占毁坏？犹太人的反省，因伫迄个中间发现。原来就是阮身边的先知，无用真正上帝的话来甲阮死正做人，所以上帝因为阮的不义，上帝无欢喜，互外邦人来教死阮。耶利米哀歌无讲人伫苦难中间的标准答案，但是耶利米哀歌伊讲起人伫苦难中间。应该有的反省、认罪、悔改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因为这段经文咧讲起教会存在的使命，就是带兄弟姊妹伫黑暗的世代做光明的镜子。所以教会有一个使命，毋是讲抹壁双面光，拢讲遐好吉条、好听的遐个话就好。教会有时应该提醒人悔改、
行伫上帝所欢喜四正的道路中。所以这段话中间咱看见，大概2500几年前，犹太人的祭司先知，因对因的使命甲职负，因的使命错误的责任，致到因的兄弟姊妹疏忽过圣洁敬虔的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影，教会最重要的责任，毋是干那用好听的话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，更加应该爱用上帝的真理来提醒兄弟姊妹过四正的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，较赢过牧师对恁讲话。愿咱传真正的福音，特别是今年圣诞节，最近牧师拢有讲到这类的信息。我有甲恁讲，教会无应该干那传迄个包装的福音、扭曲的福音、世俗化的福音。教会应该爱传生命的真光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但是真困难，因为咱活伫一个时代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讲一个议题，无共款的教会，嘛有无共款的坚持甲主张，对无？恁有这个感觉无？你若去无共款的教会所听到，共一本的圣经，为什么对社会责任、对伦理道德的观念、对生活、对真罪的观念？逐个人的主张，好亲像伫亚利米迄个时代，以赛亚时代。所以圣经讲，上帝的百姓住伫黑暗的中间，但上帝讲，要有真光照因。主甲咱三个地点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来得到帮助。亚利米哀个今仔日咱对14节读起，但是对13节开始，咱会当听到头一句，上帝讲：耶路撒冷的我的百姓啊，我要用什么来向你证明？我要用什么种的话来安慰你？我要用什么种的权柄来医治你？伊讲，伫恁的教会内底，遐先知所讲的是虚假，是愚妄，这是对牧师讲的话。牧师毋是讲家己起毛子的话，家己的主张，家己的想法。牧师是互上帝的话，家己讲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用敬虔的心，求上帝互这间教会是互上帝的话，家己讲话的教会。啊，咱做同学，做伙查经，做伙做礼拜。做伙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互上帝的话伫黑暗的世代对咱来讲话。求天父上帝这间教会会当真对台湾的祝福。伫任何的主张中间，咱谦卑，咱谨慎，来找咱一切主张，互上帝的话对咱的主张来做改变的因带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真做祝福的人。无论咱的身边的人安怎踢笑咱，所以对15节恁若读起，恁就知影讲，原来这个话是咧踢笑的话啊！伊讲哦，耶路撒冷是恁的圣城，是恁的圣地。哦，全世界讲伊是上水的。哦，这句话就是安尼讲。巴比伦人、外邦人伊讲，敢是称作全世界全美。是全世界、全地普天的，通互人欢喜的所，是这个城吗？真好笑，这个城甲今仔日哩哩啦啦、破破烂烂。外邦人是安尼咧踢笑，哦，耶和华讲，恁的对敌踢笑恁的事，伊讲我要毁坏恁的礼拜堂。今仔日21世纪有真侪世俗的理论。今仔日21世纪有真侪世俗的哲学主张、社会生活方式，基本上就亲像来毁坏上帝的教会同款。啊，伊讲，恁这破破烂烂礼拜堂，今仔日恁的遭遇，恁今仔所拄着这的
灾难，这是阮看好戏的日子啦。伊头我是安尼咧讲，看衰，但是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足奥妙，互人看衰咒诅的话，竟然变做真正祝福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徛伫这个所在，咱咧做礼拜叫做抬杠节，这个日就是噩梦的日子，伊临到。我要亲目睭看见，愿天要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兄弟姊妹认真祈祷，无祈祷就无经历，做祈祷就做经历。你若相信有三角鱼的存在，恁就去找啊。咱若相信上帝存在，咱就会期待这个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着，伊应允。对古早4000年前、3000年前、2000年前，伊所应允记载伫圣经旧约甲新约，咱讲阿们。迄个记载，伊就进入咱的生命中。愿上帝感谢咱，互今仔日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欢喜领受上帝伊对天顶所赏赐互咱的祝福。伫这个弯巧的世代，咱的教会要庆祝圣诞节，感谢上帝，互我咱成做一阵，大家足欢喜斗三工的教会。头前有一块石头，是小美节，伊若每一届有一个节期，伊虽然袂当对报道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做礼拜，但是伊拢会想到咱的教会，伊就做一个礼物，甲咱做伙。就好亲像伊今仔日嘛，甲咱做伙做礼拜。咱的教会有真侪人的努力，咱遮成做一个真清气、真美观、真温暖、真三定，包括教会囡仔，大大细细，愿上帝纪念咱的同心合意，互这间教会伫圣诞节，咱会通演戏互人看，咱会通唱歌互人听。咱邀请咱的亲人，毋是甲咱来做伙欢喜，邀请咱的亲人，万咱领受上帝对天顶施恩赐福。主甲咱当三角地带，互咱的教会无亲像亚利米、以赛亚迄个时代。教会最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带人听见福音，带人来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你愿意做这个导览员吗？爱认真学习哈，要做一个信用的导览员，guide引出人的人。咱首先爱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咱首先爱担着这个祝福的主命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份的祝福赏赐予咱，咱真认真甲摕倒去。亲像迄个三角鱼，我甲捧伫手中，有悠悠伫边仔用GoPro咧记载，做一个短片讲三角鱼抢救行动，就伫边仔伫咧，结果我共烫死啊！我一直替祈祷讲上帝，迄阵我都无知，望你互伊无死，所以两项代志。向前看，咱若往后看，咱拢看到困难，看到过去的颠簸，过去的习惯。耶稣讲：“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天国。”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往前看，有一日咱要看见上帝为了咱预备，是前瞻性的盼望。是一个真实的应许，这就是圣诞节咱的祈祷。求天父上帝，阮伫这个噩梦的日子，求天父上帝，阮伫这个噩梦的日子，阮会当看见圣诞，阮会当看见上帝的有比。兄弟姊妹，咱先领受，咱先得到，然后咱将这个祝福慷慨无保留，分享给咱身边的人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，用这段圣经做咱的祈祷。
牧师祝福恁，牧师为恁强读诗篇128篇第5节。愿耶和华对锡安祝福恁，互恁一生看见，一生一世看见圣殿的好处。愿恁对今仔日开始到一生的落尾，一生不断看见上帝的祝福。阿们。愿天父上帝，互你也看见愿望，就是你的囝儿的囝儿，你的囡仔的囡仔，这就是生命的传承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对上帝的圣殿所享受的祝福，伫恁的家庭到代代无尽。第二，伫今仔圣经中，看见本身是一种的智慧。有真侪人读圣经一世人，却无一定读有圣经的讲什么。这甲能力无共款，这甲态度有关系。咱若要读有圣经，咱要有敬虔的心，咱要有期待的心，期待上帝的圣神带咱读圣经。所以看见是一种的智慧，看见是一种的稳定，看见嘛是一种的精神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人生的中间，咱真正亲像出外咧佚佗、旅行，每一日体开咱的目睭是仰望的目睭，每一日咱用仰望的目睭来看见上帝甲咱准备。所以耶稣讲：向前看，向前看，向前看。咱来看到咱的过去的软弱，用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，咱就无法度长成真做一个光明的家子。所以，伫咱做基督徒的生活中间，真要紧就是仰望，就是因为咱做未来，所以咱才需要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是亲像咧开车用后视镜，拢看后壁。咱来看头前，敢有人开车倒退开的？有啦，咱倒车入库有啦。敢有人开车敢若用方向镜咧开？后视镜咧开车，特技表演啦。咱咧开车的时，咱来目睭看头前，后视镜是保持咱瞻前顾后。后视镜嘛有死角，后视镜是一个幻觉。因为伊是一个影像，愿天父上帝将智慧的灵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知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怎样向前行，向前看，看到一生的愿望，亲像拄则咱所读的诗篇，我要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就是讲我要看见伫这个信仰中间对我所准备的祝福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主愿你互阮成做一个引带人看见上帝祝福的爸爸妈妈。主求你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引带人看见上帝你的阳光的教会。主。感谢你伫今仔礼拜日组织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阮将阮的心摆在你的面前，敬拜你。我来恳求祈祷，我给他所有性命，阿门。